講講聖經，我哋一齊嚟讀聖經，分享讀經感想同埋思想問題。希望你會喜歡聽，請你免費訂閱，亦都介紹俾家人、朋友、弟兄姊妹啦。耶利米書第52章，我哋嚟到耶利米書最後一章啦。喺上一章經文最後一句話，耶利米嘅話到此為止。本來聽落就好似全卷書結束咗咯，但係加插呢一章就係一個歷史嘅附錄，基本上同列王紀下嘅24、25章記錄嘅相同。咁點解要再寫一次啊？因為神要俾以色列人同我哋今日都睇見佢嘅話一定應驗。呢一章經文將之前所有嘅預言好具體咁應驗，令到我哋知道神係信實同公義。呢段歷史亦都正好同第一章呼應。第一章神呼召耶利米，神派耶利米去拔掉、拆除、毀滅、推翻同埋建造、栽植。嚟到最後呢一章，我哋就睇到拆毀嘅結束都係為咗建立鋪路。頭嗰3節講到西底家嘅罪。西底家21歲登基，作王11年。佢母親係納拿人耶利米嘅女兒。呢個耶利米當然就唔係先知耶利米啦。西底家跟從約雅敬，都係行神眼中看為惡嘅事，所以惹神怒氣，使百姓被趕出聖城。歷代志下第36章記載，佢唔肯喺神嘅話語面前謙卑，仲要違背誓言去背叛巴比倫，都係因為佢頑固不化，唔肯歸向以色列嘅神耶和華。呢個就係佢根本嘅問題。換句話講，佢唔肯承認神嘅管教，仲要靠自己嘅方法去掙扎，想擺脫神安排嘅審判。呢度反映咗人嘅天性，人天生就唔肯信服神，所以跟隨神係非常困難，離棄神卻好容易。本來西底家嘅父親約西亞王係一個好敬畏神嘅君王，佢全心全意全力歸向耶和華，遵行律法。但係約西亞王嘅3個兒子，包括西底家同佢嘅一個孫，都冇效法佢，反而完全唔肯信服神。佢哋藐視神豐富嘅恩慈、寬容、忍耐，任由自己嘅剛硬，唔肯悔改，好似一個人跌落一個泥凼，越掙扎陷得越深。結果點呢？為自己積蓄烈怒。喺神施行公義審判嘅嗰日，神嘅烈怒就必臨到。所以第3節好簡單直接咁總結，耶和華向耶路撒冷同猶大嘅人發怒，將佢哋從佢面前趕走，猶大就國破家亡啦。雖然聖經嘅原則講明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選擇同行為負責，但係同時我哋要知道，身處領導位置嘅人承擔更大嘅責任，因為佢哋嘅決定同行動往往影響範圍更加廣，無論係家庭、教會定係社會。西底家冇承傳父親嘅敬虔，反而效法其他悖逆嘅先王行惡，結果唔單止拖累自己，仲將全國嘅百姓都帶入毀滅。如果領袖謙卑敬畏神，群體就會有方向、有祝福。相反，領袖心硬離棄神，就會令群體陷入危機同審判。今日我哋唔單止要為屬靈同社會嘅領袖禱告，亦都要自省喺家庭、教會同社會嘅位置上，我哋嘅見證會唔會成為祝福定係咒詛呢？我哋屬靈嘅品格點樣影響身邊嘅人呢？我哋願唔願意喺自己嘅崗位上成為敬畏神嘅榜樣呢？之後第2段4至11節講到西底家嘅失敗，記載嘅事發生喺西底家執政第9年10月初10日，即係主前588年，巴比倫第3次進攻耶路撒冷，圍城足足持續咗1年半。期間，埃及法老合弗拉一度出兵援助，
令到巴比倫軍暫時退兵。不過埃及好快就撤軍，巴比倫軍又再度圍城，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。西底家背叛巴比倫王係冇可能帶嚟國家獨立，因為神早就命定要藉巴比倫嚟管教佢嘅百姓。西底家背叛嘅唔單止係巴比倫王，更加係背叛神，唔肯信服神，認罪悔改，結果導致巴比倫徹底摧毀咗耶路撒冷同聖殿。神本來係俾王同百姓都有選擇嘅，將生命之路同死亡之路擺佢哋面前。神已經多次警告戰爭、饑荒同瘟疫，但若果收到信息嘅人仍然掉以輕心，最後就要面對神信實嘅話啦。呢度嘅經文同第39章，仲有列王紀下第25章，三處都一樣描述耶路撒冷被巴比倫圍困到最後嘅悲慘情景，因為長期圍城，糧食斷絕，城內出現大饑荒。當時巴比倫軍喺午夜攻破城，西底家同士兵就喺夜間穿過城南嘅御花園，穿過東南角兩道城牆之間嘅門，打算走到耶利哥附近，渡過約旦河，投奔東邊嘅盟友摩押或者亞捫。不過功虧一簣，最後喺耶利哥平原，距離渡口只係幾公里，就被巴比倫人捉住啦。西底家被帶到去約旦河谷嘅利比拉，位於大馬士革同加基米斯中間，嗰度係一個戰略嘅要衝。之前係埃及法老尼哥二世嘅指揮部，而家就係巴比倫軍嘅大本營。巴比倫王就好殘忍咁喺西底家面前殺咗佢嘅眾子，仲有猶大一切在場嘅首領，又挖咗佢嘅眼，用銅鏈鎖住佢，帶到巴比倫監獄，終其一生。事實上，先知耶利米曾經3次預言過西底家必定會被巴比倫王擒拿，喺第32章、34章同埋38章。而先知以西結亦都講過，佢會被帶到巴比倫，但係卻見唔到嗰度地方。果然全部都應驗啦。我哋記得喺第31章都記載過，神藉住耶利米賜下新約同埋復興嘅應許。喺眾多嘅回轉機會面前，西底家都選擇聽而不聞，拒絕信服，以致落到咁樣悲慘嘅結局。所以佢嘅遭遇雖然可憐，但係都係咎由自取。今日神一樣俾我哋有好多次機會回轉，但係若果我哋選擇聽而不聞，拒絕信服神嘅計劃，結局就會同西底家一樣噶。如果只係西底家做耶和華視為惡嘅事，點解唔只係懲罰西底家一個王就夠呢？點解神容許為佢自己嘅名所立嘅居所聖殿都被焚毀？係因為聖殿已經失去咗真正嘅屬靈意義。本來聖殿係神同子民同在嘅記號，但猶大人將佢變成偶像敬拜嘅地方，神嘅榮耀早已經離開，只係剩低一個空殼，當成護身符。所以神藉住聖殿被毀，徹底擊碎佢哋虛假嘅依賴。真正嘅平安要嚟自同神真實嘅關係。之後第12至到16節就講到聖殿被焚嘅情形。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執政第19年5月10日，放火焚燒耶和華嘅殿。單單呢一句就顯示咗一個好沉重嘅事：猶大國亡，大衛王朝亦都告終結。由呢個時候開始，歷史事件嘅年份就唔再用猶大王嘅年號去記錄，而係用外邦嘅王執政年份記錄啦。除咗聖殿，皇宮同城內所有房屋都被火焚燒。當時耶路撒冷嘅建築多數係用白色嘅石灰石，遇火就會燒成灰粉。當城裏家家戶戶都拜偶像，神就要徹底清潔所有拜偶像嘅污穢之地。
猶大傳統認為耶路撒冷嘅焚毀係由5月初7日開始，一直持續到5月初10日結束，而聖殿係從5月初9日，即係亞布月第9日晚上開始燃燒，一直燒到5月初10日。呢日後來成為猶太人最悲傷嘅禁食日，稱為聖殿被毀日。佢哋要喺呢一日誦讀耶利米哀歌，直到今日仍然紀念。喺歷史上，猶太民族喺呢一日亞布月9日經歷過好多次嘅大災難。第一，喺主前586年，第一聖殿被毀，猶大國亡；第二，喺主後70年，第二聖殿被毀，100萬猶太人死，90幾萬被擄；第三，主後135年，猶太人起義被鎮壓，58萬人被殺，全部猶太人被逐出猶太地。第四，喺1941年，納粹德國落實最終解決方案，大屠殺開始。第五，喺1942年，納粹開始大規模將波蘭、華沙猶太人驅逐去滅絕營。總結嚟講，神容許子民經歷災難，唔係因為放棄佢哋，而係要奪走佢哋驕傲、自恃同虛假嘅信心。今日當神拆去我哋自己覺得重要嘅人事物，係唔係神要我哋睇清楚？佢唔係要丟棄我哋，而係因為愛我哋，要將我哋帶返去佢嘅面前。神有更深嘅心意，就係要挽回，要我哋歸入喺新約之中，唔單止赦免我哋嘅過犯，仲親手拖帶我哋認識佢，讓我哋除掉心中嘅偶像，就可以將神嘅話語寫喺心裏面。而家讓我哋嚟讀1至到16節，睇下我哋剛才討論嘅所有重點啦。耶利米書第52章。西底家21歲登基，喺耶路撒冷執政11年。佢母親叫哈姆他，係納拿人耶利米嘅女兒。西底家好似約雅敬一樣，做耶和華視為惡嘅事，因此耶和華向耶路撒冷同猶大嘅人發怒，將佢哋從佢面前趕走。後來西底家背叛咗巴比倫王。喺佢執政第9年10月10日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攻打耶路撒冷，喺城外紮營，修築圍城嘅高台。城一直被圍困到西底家執政第11年。嗰年4月9日，城裏饑荒非常嚴重，百姓冇糧可以食。城被攻破，西底家同士兵就喺夜間穿過御花園，從兩城牆中間嘅門逃往阿拉巴。當時加勒底人仍然四面包圍住城。加勒底嘅軍隊追趕西底家，喺耶利哥平原追上佢啦。佢嘅軍隊都四散而逃。加勒底人擒住西底家，將佢押到哈馬嘅利比拉去見巴比倫王。巴比倫王喺嗰度審判佢，當住佢嘅面殺咗佢嘅眾子同猶大所有嘅首領，又剜去佢嘅雙眼，用銅鏈鎖住佢，押往巴比倫，將佢終生囚喺監牢裏面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執政第19年5月10日，佢嘅臣僕即係護衛長尼布撒拉旦進入耶路撒冷，放火焚燒耶和華嘅殿、王宮同埋城內所有嘅房屋。佢燒毀咗所有重要建築。佢率領嘅加勒底嘅軍隊拆毀咗耶路撒冷四圍嘅城牆。護衛長尼布撒拉旦擄去一啲最貧窮嘅人，城中嘅漁民、投降嘅人同剩下嘅技工，只係留低其餘最貧窮嘅人，讓佢哋照料葡萄園、耕種田地。
下半章嘅經文由第17節至到34節可以分成3段嘅。第一，聖殿嘅器皿點樣被搬走，凸顯昔日榮華同今日凄清嘅強烈對比。第二段，領袖同百姓分批被擄嘅歷史清單。而最後一段，約雅斤蒙恩被抬舉，為傳書留下拆毀後仍有盼望嘅伏筆。而家讓我哋先嚟讀17至到23節，睇下聖殿器皿被擄走啦。迦勒底人打碎耶和華殿中嘅銅柱、銅底座同銅海，將銅運往巴比倫，亦都帶走咗盤、鏟、蠟剪、碗、碟同一切獻祭用嘅銅器。護衛長仲帶走咗杯、火鼎、碗、盤、燈台、碟同奠酒嘅杯等所有嘅金銀器皿。所羅門王為耶和華嘅殿所做嘅2根銅柱，一個銅海，銅海下面嘅12頭銅牛，以及一啲銅底座，用嘅銅多得無法計算。2根銅柱中空，高8米，周長5.3米，銅壁厚4指。銅柱有柱冠，柱冠高2.3米，周圍裝飾住銅網同銅石榴。2根柱子都一樣，每根銅柱周圍裝飾咗96個石榴，網子四周共有100個石榴。第17至到23節所列嘅聖殿裝飾同器具，都令人諗起所羅門昔日嘅黃金時代。被擄嘅銅多到無法計算，亦都令人諗起當年建造時嘅盛況。呢度2根銅柱嘅細節，甚至比列王紀下第25章第17節描述嘅更加詳細，更加勾起人對聖殿昔日嘅榮耀回憶。所羅門時代嘅金光燦爛，對比眼前被拆、被擄、被清點嘅冷冰冰現場。受管教嘅係百姓，付出代價嘅卻係神。為咗管教自己嘅百姓，神暫時放棄咗自己喺地上嘅榮耀。聖殿嘅器皿已經被巴比倫人擄過2次啦，剩下嚟嘅呢一次第3次都全部被擄走。經文嘅記錄對金銀器皿都係一筆帶過，但卻詳細列出銅器嘅清單。銅代表審判，神將一大堆被擄嘅銅擺喺呢度，神嘅審判亦都一直跟隨佢嘅子民，神嘅監察係冇離開過，神嘅見證喺百姓身上亦都冇停止過。當所羅巴伯從巴比倫歸回嘅時候，聖靈就會將金銀器皿嘅清單擺出嚟啦。其實神早就已經透過先知預言呢一啲事。神宣告話，佢哋必一直留喺巴比倫嗰度，直到有一日我眷顧以色列人，將佢哋帶回原處。聖殿器皿嘅出入去留都係喺神嘅計劃入面，佢預先警告，亦都預先應許歸回。有400多年歷史嘅聖殿同皇宮徹底被毀，係好可惜嘅，但係卻係必要嘅。百姓既然離棄咗神，就算點樣大嗌呢度係耶和華嘅殿，呢度係耶和華嘅殿，都唔會得到安全保障。正如教會若果冇咗基督，淪為地上嘅慈善社會或者政治活動嘅組織，神亦都照樣會放棄徒有虛名嘅教會。一間失去主基督同在嘅教會，就算外表堂皇，都只係個空殼。而家讓我哋嚟讀第24至到30節，睇下領袖同百姓分批被擄嘅清單。護衛長擄走祭司長西萊亞，副祭司長西番雅，3名殿門守衛，又從城中擄走1名將領，王嘅7個親信，1名負責招兵嘅書記同60名平民，將佢哋帶到利比拉去見巴比倫王。巴比倫王喺嗰度處死咗佢哋。猶大人就係咁樣被擄走，離開咗家園。
以下係尼布甲尼撒擄去嘅人數。佢執政第7年擄去3023名猶大人，執政第18年從耶路撒冷擄去832人，執政第23年佢嘅護衛長尼布撒拉旦擄去745名猶大人，總共4600人。呢段記載，當時護衛長捉住嘅主要係匿喺城裏面嘅官員同士兵，並唔係平民百姓。佢將呢啲人帶到幾百公里外巴比倫遠征軍嘅總部利比拉，交俾巴比倫王嚟審問同處置。歷史重演咗過去，以前係北國以色列人從本地被擄到亞述，而家係南國猶大人被擄去離開家園。南國猶大根本冇從北國以色列嘅滅亡中學到教訓，亦都冇從自己嘅多次被擄中學到功課。猶大人前後分6次被擄往巴比倫，喺呢度列出6次被擄嘅事件。有一點可以留意，就係呢度第28節記載尼布甲尼撒第7年擄去猶大人3023。列王紀下第24章記載尼布甲尼撒第8年有10000人被擄。可能耶利米書只係計算成年男性嘅數目，或者係經過長途跋涉到達巴比倫後嘅幸存人數，所以應該同列王紀下第24章嘅大約10000人並冇矛盾，只係顯示記錄重點唔同。但係共同嘅信息係數字有零有整，精確到個人。每個被擄者都係神嘅紀念之中，呢啲神嘅見證人被帶走。但係當管教完畢之後，神嘅見證就會恢復啦。所羅巴伯將被擄嘅器皿帶回，以斯拉將律法帶回，尼希米將權柄同城牆帶回。所以被擄雖然係審判，亦都係救贖計劃嘅一部分，為將來重建鋪路。今日我哋落到低谷嘅時候，係咪仍然願意相信神正喺度安排一個更深嘅復興？最後讓我哋嚟讀第31至到34節，特別講到約雅斤王被抬舉，點解用佢嚟到完結呢一卷書呢？猶大王約雅斤被擄後第37年，即係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年12月25日，巴比倫王恩待約雅斤，釋放咗佢，亦都好言相待，使佢嘅地位高過被擄到巴比倫嘅其他國王。約雅斤脫去咗囚服，終生同巴比倫王一齊食飯。喺佢有生之年，巴比倫王供應佢每日嘅需用，直到佢去世。猶大王約雅斤被擄後第37年，大約就係主前561年。呢一年尼布甲尼撒去世，兒子以未米羅達繼位，莫名其妙咁善待約雅斤。巴比倫出土嘅食物配給名單出現咗約雅斤嘅名字，證明佢同5個王子都得到國庫嘅食物供應。點解神抬舉約雅斤？佢做耶和華視為惡嘅事啊！呢個唔係因為約雅斤做咗啲乜嘢好事，而係神向被擄嘅群體示意，我仍然紀念大衛之約，我嘅應許未斷。神所立嘅大衛之約係冇條件嘅，唔會依靠人嘅屬靈光景嚟成就。人眼中嘅好人或者壞人，喺神嘅眼裏面都只不過係50步笑百步，並冇乜嘢本質上嘅差別。神使用約雅斤延續咗大衛後裔嘅血脈，佢嘅孫所羅巴伯將帶領百姓回歸，亦都成為基督主耶穌嘅肉身祖先。只要係神動工，無論幾咁狂傲嘅人都唔能夠唔降服降卑，然後神就會從灰塵中提拔窮苦嘅人，從糞堆裏作聲貧賤嘅人，使佢得享尊榮。
呢個時候距離第一次被擄已經過咗44年，先知耶利米所預言嘅為巴比倫所定嘅70年，已經剩低唔到一半嘅時間，到咗黎明前嘅黑暗。被擄到巴比倫嘅百姓睇到大衛嘅後裔約雅斤被巴比倫王抬舉，呢個係神喺度啟示拆毀嘅結束同建立嘅開始啦，引證咗神嘅宣告。我知道我向你哋所懷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念，唔係降災禍嘅意念，係叫你哋末後要有指望。整卷耶利米書嘅精髓其實唔只係審判臨近，更加係讓真實勝過表象。神推倒人用敬虔外貌築起嘅堡壘，因為佢寧願百姓暫時失去外在嘅榮耀，都唔願意佢哋永遠失去同佢嘅真實關係。神要瓦解一切嘅偶像，好再一次將佢嘅話語深深安放喺子民嘅心板上。呢卷書嘅開場係淚水，但係結尾係曙光，並唔係因為苦難減少，而係因為神嘅子民開始喺瓦礫中學識點樣真實咁屬於神。整卷書以先知蒙召宣告拆毀同建立開始，最後以約雅斤被釋放呢個小小嘅復興預兆結束，見證咗拆毀之後就有重建嘅盼望。正如希伯來書第12章第11節所講，被管教嘅滋味絕對唔好受，當時都會好痛苦，但事後嗰啲受過管教嘅人會收穫公義同平安嘅果子。呢個信息唔單止係對個人，對教會甚至國家都係一樣。我哋要持續為真正嘅復興禱告啊！今日我哋係咪仍然停留喺外表嘅敬虔，定係真實咁讓神重建我哋嘅心靈？呢個就係耶利米書留俾我哋最深刻嘅呼聲啦！願神祝福你。